来正大消息，来看立委江启臣当选到国民党的党主席，早起正式来就任。这个就任都要面临2个大挑战，一个是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罢免案，一个是立委鲍坤琪是不是要互恢复党籍？相信傅昆萁委员在加入党团运作以后，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他这个希望回到国民党的一个心情跟一个心意。那过去我们也有类似的这样子的案子，我之前也提过，像陈玉珍委员，他过去也是先加入了党团的运作一段时间以后，那最后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。江启臣讲，针对着鲍坤琪恢复党籍，会考虑到党内的团结，甲应该有的定数。若韩国瑜罢免案，这个党中央针对韩国瑜提出的需求，会尽全力来协助。